台湾邮政产业工会讲，过去政府甲因叫防疫国家队，不过因即马已经有13个人确诊了，而且中华邮政对防疫的态度是极放放，政府也无伫咧管。工会要求讲，即马上介重要的就是，互邮政人员赶紧做疫苗，防疫规划也着爱赶紧做。时间太久，所以我们募集而来的，现在就是这些东西，我们不稀罕。 出力甲防疫国家队的种种设置的涂骹，国家首日方的感谢会掠掉。台湾邮政产业工会遐尼受气，因为因认为中华邮政对防疫无积极的作为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13位同仁确诊，是所有交通运输行业里面最多人确诊的。我们的局方呢，他对于这一块所谓的确诊之后的一些匡列啊，再去做快筛，再去做筛检的这一些提报都相对的保守，为什么？他们因为怕影响到我们的人力。工会提出3个诉求，要求政府爱补助第一线的人员甲装备，嘛爱建立体检、隔离指引等等的防疫作为。上重要的是爱甲邮政人员列入第3类的疫苗接种对象。现在被归类为第7类对象，但是我们不论外勤同仁、内勤同仁，都频繁大量的跟民众需要做面对面的接触，没有办法避开这些接触风险。因此，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把我们的顺位调整为第3类对象。向我们的主管机关交通部表达希望能够争取能够优先来施打疫苗。那么交通部也我们的请求也转达给我们的中央，这个其实也有好的消息传过来。大概在不久的未来交通部就会把中央所核配的疫苗来拨给我们。这个部分我们在等候我们上级机关的通知。工会讲，过去政府讲因是防疫国家队，但是即阵煞甲邮政人员等伫咧边啊。工会呼吁政府莫阁回避问题，阁发一寡无用的物件，根本就是咧食邮政人员的豆腐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